8號繼續來看嘅客家重點也同樣同教育有關，被抽到來補個草地位所教育資源呢唔拉，教育部對民國97年起始辦呢夜光天使嘅計劃，本單親也算教推教育嘅學生嘅，使得有個好嘅功課輔導同照顧。唔過辦呢2年過後，南投縣連沙沙有學校因為經費嘅問題無上嘅申請嘅。來到南港國小科普教室，學生都會真有禮貌嘅上聲問，多數學生來材料後，負責上課嘅先生係照顧媽媽，所以開始搬飯包過來上課。唔過按答性嘅科普發通，但因為經費係上問題，真多學校唔敢去申請。講實在話，小型學校經費是相當有限，經費的撥用都必須在整個計劃執行完了之後，才去做和解的工作。結果就變成不是我們學校經費帶電，就是由承辦的人自己先掏腰包帶電。因此從這幾方面我們就決定說，暫時我們先緩一緩。雖然普學校因為經費嘅協調問題，決定停辦夜光天使。不過新向嘅南港社區，則決定後來接那個艱難嘅任務。雖然講錢唔多，但是因為照顧在地學童，明明真係去做。像個社區非常樂意嘛，來辦那種嘅法團，那種嘅夜光天使，那種嘅課程，最主要呢都本來生意得到很好嘅照顧安尼去。因為其他家庭咧，都攏阿公阿婆啲帶攏一辛苦由社區協會來審判，新生除了指導學生功課之外，還安排咖啡搞好嚟嘅多年課程，4年嚟咖啡接受。因為這裡志工嘛，像家裡的長輩，都很疼你嗎？很親切。可以讓學校的功課先下脫啦，吼，佢最重要啦。天一點呢，佢就要來了解，因為愛了解客家莊吼，故所佢要先讓客家學好來吼，做唔得問題吼。因為夜光天使嘅經費係對教育部來計，個高本件是政府係要發放。但條件教育處講，佢被中央經費發到來了後，教育處是繼續推出學校來申請。不過面對經費問題，真多學校校長私下都講，使用夜光天使計劃本意真好，但是可被教育部有新方法解決了下個同樣相關補助計劃措施，還有師資零星嘅問題。未來減怕為更加多學校放棄申請，到時節正經用心嘅學童教育難題，可能是為更加難解決。客家新聞李鳳琪南投報道。